相信好多人都聽過觀音頭掃把腳呢個成語㗎啦，就係形容有啲人着衫好靚，但係對鞋就好殘喎。正如好似我哋部車一樣啦，無論架車有幾新淨都好，如果我哋套拎又花又舊嘅話，咁就係觀音頭掃把腳㗎啦。我諗好多人都好似我咁，喺泊車嘅時候，成日都碰到路邊嘅石壆，搞到套拎花晒。咁係咪要換套新拎呢？不如等我介紹一下點樣去修復一套合金拎啦。經技師檢查之後，就開始用清潔劑清洗。哇，幾多比例粉同污漬藏喺度！擦乾淨之後，要用清水慢慢咁沖乾淨啲污漬，用強力高壓風槍吹走水漬同埋啲塵埃。之後就喺花粒嘅位置搽上修補合金拎專用嘅鋼灰。過一段時間，等啲鋼灰完全硬化，跟住就可以開始慢慢打磨，直至全個合金拎表面平滑。但係打磨期間要好仔細同埋小心，如果喺呢個時間出錯嘅話，就要從頭開始㗎喇。打磨完畢之後，就可以拎去焗油房嗰度焗油㗎喇。為咗噴油效果更加美觀，技師會將唔需要修補嘅部分用膠紙封住，咁樣噴出嚟嘅效果就會自然同埋靚得多啦。而家開始噴第一層底油啦，你知唔知啊？底油好重要㗎，底油做得好先可以令拎面油噴出嚟更加光滑。淨係底油啊，都要噴成5、6次㗎。底油噴完之後，就當然係噴面油啦。你睇下，噴面油之前係需要換噴槍㗎，因為噴面油係需要更加細緻，咁噴出嚟嘅效果先至會靚㗎。夠晒專業啦！修復完套拎之後，仲需唔需要換拎呢？